佢醉心武術，要令霍家拳天下第一。終於喺擂台上，佢戰無不勝，亦因此迷失本性，代價係家破人亡。苦海浮沉，令佢磨練出無比意志，悟出武術嘅真正意義。一代宗師自強不息，胸懷仁愛，將中國武術發揚光大。中國武德從此征服人心。霍元甲